我哋身處嘅地方正面對前所未有嘅環境挑戰，世界需要嘅係能夠洞察問題、勇於創新並建立可持續未來嘅領航者。咁正係 PolyU Speed 開辦環境科學榮譽理學士課程嘅初衷。呢一個唔僅僅係一紙學歷，更加係一份對行動嘅承諾。你為世界帶嚟真正改變嘅旅程將由此展開。我哋嘅課程旨在將你哋嘅熱情轉化為實實在在嘅專業力量。喺呢度，你唔會淨係停留喺課堂理論，你將會親身實踐，動手探索。你將會深入研習生態及保育生物學，學會守護地球珍貴嘅生物多樣性。你將靈活運用綠色環境化學嘅原理，從源頭解決污染問題。透過我哋對科學與環境中嘅 ESG 嘅重視，你更能學會從企業內部推動可持續發展嘅變革。佢唔只係一個理學士嘅課程，佢仲係一套拯救環境嘅專業工具。環境科學嘅學位將會為你打開一扇通往有意義嘅職業嘅大門。我哋嘅畢業生將會成為守護環境嘅先鋒，例如環境保護督察，成為推動企業變革嘅戰略家；例如可持續發展顧問，或者獻身科研嘅實驗室專才。無論係公營或者私營機構，你都將會擁有創造非凡事業嘅實力。憑藉全球百強大學、香港理工大學所頒授嘅學士學位，以及香港社區健康學院等專業機構嘅認可，你所擁有嘅將遠遠不止一個資歷，而係嗰股創造改變、譜寫未來嘅力量。